各位一節風暴消息。8號風球已經懸掛近10個鐘頭，我哋嘅記者蕭永雄而家喺氣象局，交俾你喺嗰邊講下颱風海鷗嘅最新移動情況，大概幾時會改掛3號風球啊？係啊，唔該晒新聞部嘅同事。8號風球仍然懸掛，氣象局啱啱就話喺10點鐘嘅時候，颱風海鷗已經喺海南省登陸，預料本澳嘅風勢會逐漸減弱。喺我身邊嘅係氣象局氣象監察中心主任梁永權先生。梁生，咁掛咗8號風球都差唔多10個鐘啦，咁氣象局有冇話大約考慮係幾點改掛較低嘅風球呢？好啊，或者我哋睇一睇最新嘅颱風位置圖先啦。咁我哋可以睇翻呢11點鐘嚟講呢，颱風海鷗呢係集結喺本澳嘅西南，大概係360公里嘅。咁就正如啱啱提到呢，就係較早前呢已經喺海南省嘅文昌市登陸㗎啦。咁就按目前嘅情況嚟睇呢，咁我哋可以睇翻過去呢個小時呢，澳門呢部分地區呢係仍然吹住一啲疾勁程度嘅風力㗎。咁包括3條大橋呢，錄得嘅平均嘅每小時嘅風速呢，都係達到65公里以上嘅。咁但係隨住颱風海鷗嘅逐漸移離本澳呢，咁預料呢嗰個風力呢將會逐漸咁減弱㗎啦。所以氣象局呢就會喺今日嘅中午1點至下午3點鐘之間呢，就改掛3號風球。好，唔該晒梁生。係啦，咁氣象局就話會喺晏晝3點之前會改掛較低嘅風球。咁氣象局繼續呼籲市民要做好防風嘅措施，亦都希望市民要留意氣象局嘅資訊。我哋亦都會為大家跟進住最新嘅風暴消息。我喺呢度嘅報道暫時係咁多，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唔該晒出邊嘅同事。喺8號風球懸掛期間，多處有天秤同棚架搖搖欲墜。民防中心截至朝早10點，接獲58宗事故報告，包括3宗水浸、17宗樹木倒塌同埋2宗交通意外，5人受輕傷。颱風海鷗吹襲本澳期間，雨水唔多，不過風勢就相當強勁。西環大橋單車徑呢度風力非常之強勁，而且海面不斷有浪冚上嚟單車徑呢一度。路氹城大馬路巴黎人地盤一塊面積約幾十平方米嘅棚架被吹至傾斜，而喺氹仔偉龍馬路近機場對面嘅地盤就有天秤被吹至不停旋轉。西環廣場附近有樹木倒塌，消防要用電鋸清理。明晨開始，內港一帶出現水浸，水位最深去到膝頭。西馬路近大豐銀行巴士站一段水浸。飛人兆街近環球酒店有鐵枝飛脫，警方需要封閉現場一段行人路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建明報道。8號風球下，巴士暫停服務。喺上班時間，的士站逼滿咗候車嘅人流。有市民就反映的士唔按章收費。的士暫停載客，喺的士站外兜生意。颱風期間要成功出行，都要考驗市民嘅財氣。有市民反映，由關閘到本澳各區嘅價格由200蚊到600蚊不等。啲話200蚊一個人咯，啲私人嗰啲咯，但係我哋都係等下咯，一齊停車咯，200蚊，佢話澳門區啊嘛，都少咯，但係都要等咯，冇辦法咯。之前打颱風呢度冇乜車坐嘅，今日其實算 OK 㗎啦。尋晚已經知道今日有颱風㗎啦，係啊，好方便㗎啦。有旅客反映的士濫收車資，需要在場嘅交通事務局人員協調，亦都有白牌車喺站外招攬客人。喺各區巴士站，有人唔清楚8號風球懸掛期間巴士暫停服務而無奈折返。知唔知而家已經冇巴士㗎啦？冇巴士啊？係啊，而家冇巴士㗎啦。咁啊唔知喎。亦都有市民選擇留喺巴士站等待巴士重新開始服務。澳門電視台記者張寶如報道。受颱風影響，海上客運全部暫停。朝早喺愛港碼頭有超過100名嘅旅客滯留，有旅客就話颱風打亂咗佢哋嘅行程。
海鷗閘澳海上客運全部暫停，唔少滯留嘅旅客喺外港碼頭嘅3樓旅客等候區休息。有旅客一早嚟到碼頭，期望一復航就可以買到最早嘅船飛。我們5點半就過來了吧？現在只有等唄，也沒什麼安排，也只能等颱風下來了，我們再走。大區裏邊有提供無線上網，但有旅客就反映網速唔穩定。現在的 WiFi 是很不穩定的，就是我也沒用這個免費的 WiFi，然後就是發信息一會兒有信號，一會兒沒有信號，家裡面有事，所以很着急，他們都聯繫不上我，所以很着急這個事情。亦都有準備去外國讀書嘅本澳居民一早到碼頭碰運氣。開頭天文台係話9點鐘有機會改掛3號嘅，跟住啱啱再睇過又變成話早上會維持。而家試緊打緊去航空公司度睇下可唔可以改機票，希望改到咯。而喺碼頭嘅櫃位不時有人向工作人員查詢航班嘅消息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建文報道。受颱風影響，多班航班需要取消。長榮航空朝早11點55分同埋夜晚7點10分出發前往台北嘅 BR808、BR806 需要取消。中午1點05分飛往高雄嘅 BR830 延遲至到下晝3點半起飛。澳門航空話今日中午之前所有航空暫停運作。另外，朝早9點，捷星航空飛往峴港嘅航班編號為 BL681，亦都需要取消。機場呼籲乘客出發之前可以致電28861111或者係相關航空公司聯繫航班嘅最新情況。內港同新馬路一帶凌晨出現海水倒灌，有汽車死火，冇辦法離開。有市民就話第一次見到水浸得咁厲害嘅情況，直至到朝早海水倒灌開始退卻。有市民認為氣象局嘅颱風資訊唔清晰，期望更好咁樣發放有關資訊。車輛喺條街度行就好似陸上行舟，成條馬路睇上去已經見唔到陸地。唔少市民都要涉水而行，顯得非常狼狽。而上巴士都要小心翼翼。難逃一劫嘅，除咗呢啲被水沖走嘅電單車之外，仲有唔少唔清楚路況駛入內港附近嘅汽車。唯一做法就係推車走。有市民就話第一次遇到咁嘅情況。知唔知咁樣浸到咁樣啊？我就係唔知道我唔嚟啦。而家點算啊？怕唔怕驚死火啊？我部車夠高唔怕嘅。係咪第一次見到咁樣咋？係啊，好刺激啊！而係朝頭早新馬路同埋內港一帶海水開始逐漸退卻。不過喺強風之下，呢架汽車就連車牌都被強風吹至跌落嚟。而喺內港附近風勢就非常強勁。而家係16號呢個位置啦，而家一路係非常之大風啊，就係連地都係唔穩㗎，咁就係完全係一種咧就嚟俾強風吹跌嘅感覺㗎。市民過馬路除咗要剝鞋涉水而行，更加要同強風搏鬥。呢個時候互相扶持就最重要。有內港商戶就話，由於已經有充足嘅經驗，因此冇太大嘅損失。做咗防水嘛，防水加水泵咪唔怕咯。要準備天光個風球除下先走啦。政府都好似冇乜發佈啲信息啊。冇，完全冇損失，啲水冇入到嚟。我老婆話：哇，8號風球香港都話就嚟8號，點解澳門好似仲係3號唔緊張嘅咁？都唔係啦，信香港好啲啦。佢期望當局可以更加清晰發放颱風資訊俾市民知道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梁家業特。海鷗今日朝早9點40分喺海南省文昌市雍田鎮沿海登陸。海鷗登陸嘅時候，中心最大風力達到13級，雍田鎮沿海翻起幾米高巨浪，有海水倒灌湧入村內，當地一半以上村落停電，當局正係加緊搶修。受到海鷗影響，廣東、海南等地有狂風暴雨。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第2高嘅颱風橙色預警，同埋第3高嘅暴雨黃色預警。海鷗亦都令到廣東同海南嘅陸路交通受阻。
陸空交通受阻，部分進出海南省嘅跨海列車停運。南方航空宣布取消今日朝早喺海口機場升降嘅所有航班。呢一節風暴消息報導完啦，再會。